屌你啦！你班到女我請咯，你快啲啊，快撚啲啊！我而家自己梗係咁食砂鍋粥啊，你係過嚟啦！你條撲街，我而家仲喺 Rich 仔門口啊！突然從後抱事主入後巷，再將佢推落地，夾硬拉開事主雙腳同埋除雙方嘅褲。事主話見到當時阿杰陽具有勃起，期間阿杰不停強吻佢，指插佢陰道，同埋嘗試將陽具插入佢陰道。雙方糾纏咗大約6分鐘之後，事主突然問阿杰：喂，你咁大隻咧，係咪想入警察消防啊？阿杰一時分心，事主立即一腳踢埋佢下體，然後走佬同埋報警，係因為醉酒而未能夠勃起。快撚啲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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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